原來呢個風水師試過幫一個婦產科醫生成功懷孕。OK， 你要知道成件事係咪好不可思議啊？一個婦產科醫生自己大唔到肚，揾個風水師唔知點樣擺完啲乜嘢之後成功大肚。OK。喺我哋討論呢件事嘅時候，其實佢完全唔係因為我要揾風水師介紹人俾我喎，唔係喎，佢只不過覺得呢個人好有話題性啊。其實我唔係一個好信風水嘅人，不過你講到咁樣，咁啊睇下咯，反正嗰陣時啱啱可能搬咗屋，定係啱啱開始創業，定係唔知咩原因啊。總之揾咗佢睇咗2年嘅，跟住之後我都冇再揾佢，因為我真係唔係非常之信。點樣可以令到你自己喺人哋嘅話題裏面提起你嘅理由呢？就係成為人哋嘅話題點。而話題點呢樣嘢呢，有一個我覺得係基本上百搭嘅一個做法就係咩呢？為自己創咗啲故事。頭先我哋就得個故事嚟啫嘛。OK， 佢唔係想講你，只不過係想講呢個故事俾人聽。OK， 從而令到多咗人認識你。呢個係第二，成為介紹者嘅話題點。OK， 關注我做 Top Sales。